继续来看疫情稳定，交通部阁来放松着防疫的措施，台铁甲高铁下当卖出的座位，为本地7成提悬到8成。这个入站进程只要符合着社交距离，嘛会当来食食。另外，伫咧台铁新竹车帮一个女列车长，趁着工作的浪胖，穿制服戴着帽仔来拍抖音的影片，安尼摇头盘耳，摇骹床仔话是真活跳。讲这个影片一打出来，吸引着20多万人来观看，正面反面的评价拢总有。穿制服伫跳舞，看起来真古锥，最后佫提出票金加票机要验票，伊毋是 cosplay， 是一个代替新竹车班的列车长。有闲的是伫车厢内面咧耍这个抖音，影片一个传上网络有超过23万人看过。网友看法无共款，有人认为讲伊工作无认真，有人感觉真趣味。代替无加讲，这个列车长事后讲本来是要用手绘方式，表示讲你若无乖乖买票，我就要甲你验票，造成社会观感无好，伊嘛真失礼。中秋连假要到啊，有愈来愈侪人有机会会去拄到这个和舞蹈耽误的列车长。另外，台铁甲高铁买座位数为7成调悬到8成。虽然说防疫还是会做，但就是会变得比较自由。平日跟假日会提升大约6000个座位数。中秋连续假期增加的1成座位数，台铁局将会在9月7号的上午9点开放民众订票。恢复会区食食，要是讲旅客入站进前符合防疫，就会使溜嘴暗食物件。不过台北车头的大厅，因为人真济，同款无开放。另外，交通部嘛加码，观光列车有条件开放用餐，不过详细还佫讨论。另外，国家风景区室内换衫的所在会使开放，不过采单一的出入口是连制，室外已经除了是连制，买车进前爱挂喙暗。交通部表示讲。订放款的原则，详细情形要交由政府来规划，一切爱看看来，小心无是本。因为